来乡亲啊，咱就煞来看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3月初8妇女节，伫立法院引用中国走向共和这出电视剧的对白来赞扬着妇女朋友的辛苦，结果是引来着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甲惊体，讲苏贞昌声声句句要来起中国化，但是私底下在追求的是中华的传统文化，是毋是有淡薄仔人格分裂的？苏贞昌来回应讲，可见伊毋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人，讲伊拢抱持着开阔心胸来观赏着世界各国的戏剧。苏院长阁讲，朱凤莲后来台湾，会推荐伊来看以香港反送中为主题纪录片《时代革命》，互伊来看到中国的野蛮、残忍甲讲话无算话。夜郎心息是多少女人用成炊点燃了多少个家庭新的一天。3月初8妇女节，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立法院议场内底吟诗，讲这是国会作品。诉求发言来源是中国央视2003年的电视戏剧《走向共和》，和中国国台办随来口洗。有些人呢，口口声声是喊着去中国化，但私底下呢，却特别诚实的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这样子来看，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呢？可见我不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都抱持着开阔的心胸，世界各国、各地、各种文化、各种戏剧、影片，我都有兴趣，而且都仔细观赏。这嘛不是苏贞昌头一摆用中国戏剧，伫咧2004年选新北市长时，就捌用《延禧攻略》内底儿情，口洗对手侯友宜，提醒民众爱检验候选人一生。我觉得我可以再推荐几部电视剧。中国如果讲这种话的人能够来台湾，我们会邀请他看看时代革命，看看中国这样蛮横的违背承诺对付香港人民是多么的残忍不智跟违反普世价值。苏贞昌嘛讲，中国行自由民主，来看台湾是真开放的，叫中国例子是蛮皮台独分子。苏贞昌和国台办两边伫咧相谈，但是唔放弃任何一个批评的机会。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